照，渴慕看見神嘅國度降臨喺我哋喺中一漢城市同埋國家，神就會將啟示同埋策略賜下。教會需要不斷興起青年嘅世代，為主贏得更多下一代嘅年輕人。當教會嘅上一代好似摩西願意都成全祝福下一代嘅約書亞，下一代都能夠更多尊榮上一代，咁樣呢個世代同行就會帶出轉化同埋祝福。奉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保羅喺羅馬書引用咗以賽亞先知嘅說話，主上帝說：我憑着我的永生起誓，萬身必向我跪拜，萬口必向我承認。創造天地嘅父神，我哋救主耶穌基督，賜人智慧嘅啟示聖靈，我哋讚美你，你去呼召揀選我哋今日一齊嚟讚美敬拜你，為嘅係擴展你嘅天國，傳揚耶穌基督福音，使到可以萬人得救。你嘅美意本是好的。我哋係從不同國家、不同地區嘅人一齊同心合意喺呢個時候去讚美敬拜你。我奉耶穌基督嘅聖名，祝福中港日韓嘅牧者喺呢個世代能夠成為耶和華帶領嘅軍隊，滿有能力，以愛以激情去帶領羊群，牧師身邊嘅人，又宣佈不同界別、不同能力嘅人都能夠喺佢崗位裏邊彼此聯絡，圍繞係興旺基督嘅身體。喺度祝福我哋身在嘅香港，每一個人都會經歷上帝嘅愛同埋恩典，傷害被醫治，軟弱嘅嗰度力量，宗教會能夠合一，使更多人認識耶穌，生命大大嘅翻轉。願萬國都來敬拜你，奉主耶穌基督名，阿門。親愛天父啊，我哋咧為呢一片土地去獻上感恩，因為咧你帶領不同嘅國籍嘅移民嚟到我哋呢度學習定居，並且祝福賜予列國，特別咧為住香港成長嘅嬰孩、南亞裔嘅學生以及各大院校嘅進修嘅年輕一代禱告。我哋感謝你咧賜下學習機會俾佢哋，求你咧讓佢哋喺學習期間能夠邂逅基督你，讓佢哋咧能夠認識主耶穌你。願咧詩歌咧去感動佢哋嘅心，團契嘅生活咧成為佢哋嘅支持同埋幫助。喺呢個短短嘅學習期間咧，願主耶穌基督你親自去造訪佢哋，讓佢哋咧生命裏邊咧微微翻轉。願你嘅真理興起佢哋，用各種嘅方式讓佢哋咧傳遞福音，使佢哋咧明白真理嘅奧秘。主耶穌啊，我請求你咧親自醫治佢哋嘅心靈，讓佢哋咧靈魂體都得到你嘅更新同平安，指引咧佢哋嘅單純嘅心，使咧佢哋每一顆心都被你嘅真理灌溉，結出好果子。願成為末世裏面咧榮耀嘅器皿，在你嘅國度裏面計劃中大大被你使用。求主你咧求你咧發揮你嘅才能，使佢哋咧祝福列國，祝福神嘅家嘅工具，見證主你嘅榮耀。我哋咧感謝讚美你，奉主耶穌基督名禱告，阿門。天父爸爸，我為愛你嘅年輕人獻上禱告，求主幫助他們被主興起，求主供應，讓他們成為主嘅器皿，求主光照不同能力嘅不同背景嘅人，藉着他們嘅才幹能夠被主使用，從聖靈經歷主同在。阿門。親愛天父，我哋為非洲同埋亞洲嘅年輕一代向你獻上禱告，懇求你保守佢哋嘅生命，使佢哋唔受藥物嘅捆綁，不被媒體同埋打機嘅纏繞所限制。主啊，求你帶領佢哋脫離黑暗，進入你嘅光明，活喺你嘅真理之中。願佢哋天天行喺你嘅話語裏面，緊緊跟隨你，與你同行。求主你興起一群敬拜你嘅新一代，讓禱告、讀經同埋敬拜成為佢哋生命中嘅文化，帶領佢哋進入天國文化，使佢哋生命充滿盼望。願佢哋喺末後嘅日子
成為分別為聖嘅一群，喺學校媒體同埋不同界別中為你作鹽作光，見證你榮耀。求你保護你孩子，使佢哋喺呢個世代中不被動搖，成為你合用嘅器皿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呢班嘅孩子們能夠去成為你係重用嘅器皿，禱告。